阿里巴巴係咪中期啟動啦呢？30% 嘅利潤即將要到嚟。大家好，我係小金。跟住阿里巴巴作戰計劃，我哋嚟推演下巴巴嘅走勢。今日嘅主要內容呢，係會有關於巴巴嘅時空分析、資金分析同埋目標嘅分析。咁我哋首先咧，當然就去睇下佢嘅空間嘅分析啦。咁我哋就用咗佢嘅通道線。其實我哋可以去發現到阿里巴巴用到周線圖嘅時候，都行出咗一個明顯嘅上升趨勢嘅，亦即係我哋講嘅震盪主升浪，低點嘅抬高，高點嘅抬高。咁每次咧都係有機會行到我哋嘅通道入邊，會受到通道上方嘅阻力會下跌。受到通道上方嘅阻力會下跌，而受到通道下方嘅支持咧就有機會上升。咁依家咧，按照巴巴嘅走勢，目前咧係比較接近咗通道嘅下軌嘅，亦即係下緣，所以呢個位置係唔係有支持啊？咁呢個位置嘅支持又係幾多咧？嗱，我哋再去睇到佢嘅日線圖，以日線嘅級別再去判斷嘅時候咧，同樣嘅級別。我哋都可以去望到嘅走勢就係佢嘅通道線啦，一樣嘅先後嘅觀點我就仲唔重複講啦，係唔係即將行到咗我哋呢一條上升通道線嘅下軌啊？咁亦即係呢一條線咧，我哋稱為趨勢線。趨勢線會得到驗證，並且依家落到嘅位置咧有一個空間嘅共振啦，幾乎咧已經係到咗3月份嘅高位，最近已經落到144已經係行到咗3月份嘅高位啦，所以呢個位置嘅支持係唔係好大咧？我哋都可以用到另一個角度黃金分割嘅角度去睇啦。其實用黃金分割角度更加明顯，我哋一直咧都同大家去關注過黃金分割嘅重點比率。喺 0.5 同埋 0.618，亦即係講咧，佢喺上升過程當中出現咗股價嘅回調，一般會回調到 0.5 或者 0.618咧，係佢嘅重點嘅支持。所以最近呢個星期佢就已經落到咗 0.5 啦，亦即係144嘅範圍當中。呢個位置係咪再次驗證咗我哋呢一個高位啊？3月7號高位 143.9，亦即係144啦，所以再次驗證咗通過通道線黃金分割，包括咗前期嘅高位都係重疊喺呢個位置嘅時候，已經係達到咗空間嘅共振啦，亦即係多個指標多個方向都係行到呢個位置嘅144，咁究竟佢係唔係就有機會上嚟咧？我哋再去望下佢嘅時間。其實阿里巴巴咧就由高位10月3號出現咗呢個見高點，出現咗下跌之後，跌到依家咧已經係非常之接近咗斐波那契數列嘅55天啦。距離目前仲有2個交易日，亦即係12月嘅23號，咁就行到咗55。按照呢個原則上，有一個條件就係咁講嘅，行到咗關鍵嘅位置，一定要有中大陽燭。如果有中大陽燭，就有機會反彈8至13天。當時其實行到34都一樣。呢個位置係咪反彈8至13天咧？係嘅，但係力度唔係好大。我哋有機會再同大家去講力度嘅問題哈。至少佢由之前嘅下跌轉到橫行啦，咁依家都一樣，係咪再由下跌轉到上升咧？咁必然咧就喺23、24，甚至乎再下一個星期一呢3日內，會唔會出現到中大陽燭嘅止跌？如果出現到中大陽燭嘅止跌啦，先會有機會話反彈8至13日，呢度係一個短期要去判斷嘅目標。依家可以話咧，即係行到咗時空嘅共振啦。特別空間有3個維度，時間我哋又望到已經係接近咗變盤嘅時間。呢一度咧就係由到佢嘅
呢一種基本嘅分析啦。嗱，我哋再去睇下佢嘅指標角度。我哋都同大家去講過 RSI 4325，咁係唔係話40以下背離買咧？我哋去講下呢個口訣哈，4325係咩意思啊？40以下背離買，30以下止跌買，25以下等佢拐。如果你冇學過嘅，可以喺下方咧覆翻一個 RSI 先，我睇下有幾多朋友仔有學過。有學過嘅就覆翻4325，冇學過嘅就覆翻 RSI 啊。好啦，我哋睇下40以下背離買係咩意思咧？亦即係講股價創咗新低嘅時候，但係下方嘅指標低點冇創到新低，我哋對應到股價係咪穿咗之前嘅低位啊？150一直喺度橫行啊，依家落到144、145啦。但係下方嘅 RSI 咧，由之前嘅37.8到咗38，係冇創到新低嘅，咁就符合咗我哋嘅40以下背離買啦。咁當然佢會唔會強，一定咧就要去關注呢兩個低點當中嘅中間高位平台是否被突破。如果可以突破，咁佢就有機會轉強。包括我哋先頭講嘅時間周期，如果佢真係反彈8至13日嘅情況之下，佢會唔會有可能突破呢個平台位咧？如果真係突破呢個平台位，佢上望嘅目標又係幾多咧？咁佢點樣先可以突破呢個平台位啊？一直強調嘅一個原因就係可唔可以轉強勢？轉強勢係由邊個去轉強噶？散戶嘅資金冇辦法去推動一個股票嘅上升，咁只有主力嘅資金啦。嗱，我哋可以以資金嘅角度再去解讀一下阿里巴巴。阿里巴巴咧喺上一輪嘅上升當中，出現咗 AI 聰明資金，所以由101上到咗186，已經咧係升咗80%啦。咁再有最近都出現咗 AI 聰明資金，但係佢冇上嚟，咁我哋就要去明確下呢個嘅資金係邊個嘅資金啦。聰明資金佢係總體嘅資金，可能佢有分游資嘅資金，例如有油莊、主力、機構、暗盤等等嘅資金。如果佢係一個游資嘅資金咧，佢會造成咗就係快進快出，就係彈少少。如果佢係主力嘅資金咧，佢就係一種中期嘅走勢。佢呢一度係唔係由主力資金去推動噶？咁依家係邊個嘅資金去推動噶？會唔會未來有一大波段嘅上升咧？咁就睇下依家有冇主力嘅資金喺度進行到操作啦。我哋最近咧去發現咗阿里巴巴喺星期四嘅時候出現咗呢個 AI 金手指。其實就係主力話俾我哋知嘅，依家主力喺呢一度有主力嘅。有 AI 金手指，其實就係主力嘅行為嗬。咁究竟主力已經喺呢度啦，主力係唔係要拉升啦咧？其實按照目前阿里巴巴嘅走勢嚟講，佢仲冇出現到明顯嘅一支中大陽燭。如果係話呢啲中大陽燭移翻到呢一度嚟，補晒呢個裂口，咁就非常之正啦。話呢啲中大陽燭移翻到呢一度嚟，咁就一樣有機會，因為目前人氣仲唔係好大嘅，你去關注佢嘅成交又好啦，成交都最近嘅成交都係比較細咁以及咧，你睇得到佢每一日嘅波幅其實都係好細嘅，佢冇辦法以一個大陽燭去決定到佢嘅上升，所以目前要去關注，就算有主力喺呢度，有冇出現到主力嘅異動，亦即係以大陽燭去作出個決定啦。依家無論由時間，我哋先頭講嘅時間周期55都係關注中大陽燭，依家由金手指出現都係關注中大陽燭。我哋都可以回顧下喺曾經舊年6月份至到依家，阿里巴巴出現過3輪行情嘅，呢一輪升咗100%、80%，但係佢真係炒得好快喎，一兩個月升完，一兩個月升完，一個月升完就出現咗一個調整啦。所以對於阿里巴巴咧，你只有
係等住嘅機會。所以我哋一直咧都同大家去講，係分倉分段去進行到操作。你唔係話佢真係拉升咗之後，可能你就比較遲啦。所以等陣咧，我哋都會去講翻到操作上嘅問題。好啦，我哋就回顧下呢三點當中，呢三段嘅行情當中，係咪都係有主力去推動嘅？最近呢一次9月1號當時咧出咗業績啦，一個金手指出嚟就點石成金啦，一日都升咗18%啦，當然係一個非常之強有力嘅陽燭破咗上嚟啦，並且咧破咗前嘅高位，所以由主力嘅金手指喺呢度出現咗一個波段嘅拉升，即係我哋講嘅中期走勢啦。你再關注喺2月4號又即春節假期之後，連續裂口嘅高開上嚟，裂口嘅高開上嚟。之前其實呢一輪嘅上升咧，由於當時屬於春節之前啦，大家對於市場嘅操作嘅慾望咧唔係好強，並且咧由於 AI 出現嘅時候，有啲資金都可能未做好準備，但係升到呢個位置會唔會見光死咧？春節之後會唔會見光死咧？但係你發現，已經有呢一個主力嘅金手指出現啦，所以佢會繼續延續佢嘅強勢拉升上嚟。咁包括喺舊年美聯儲未降息之前，係咪喺9月10號佢就已經出現咗 AI 金手指啦，好似呢一次咁樣。但係當時咧喺度震下，包括呢個位置其實都震下，因為依樣冇出現到一啲特別好嘅中大陽燭，佢直接呢一個位置出現到中大陽燭，所以呢一度就開始拉升啦。咁依家係咪都有類似舊年9月份咁樣嘅走勢咧？咁我哋值得咧後期繼續去關注啦。確實依家咧係有主力喺呢一度嘅，就要睇下主力係咪拉升啦嗬。咁如果佢真係要拉升，我哋喺邊個位置去進行到操作咧？我哋最尾就要講下建倉嘅方式同埋目標嘅分析啦。首先要分段建倉，股票永遠唔係話我一次過，我買嘢一次就算數啦。如果係咁樣做，你永遠賺唔到錢。點解咧？因為你冇資金去補倉啦，甚至乎一下跌，你可能就套住喺市場當中啦。我哋一樣用到通道線去睇，依家短期當中係下降通道，咁通道線嘅買賣方式咧都有嘅，叫三買一賣。我哋去睇佢係點樣咧？首先突破咗通道線嘅上軌，係咪？如果佢真係喺呢個位置就開始上升啦，突破咗通道線嘅上軌，就意味住咗呢個位置極有可能出現咗趨勢嘅反轉啦。當然要3日內要企穩呢條通道線嘅上軌先可以，咁樣先有機會。其實呢條係下降趨勢線啦，突破佢企穩，咁就係佢由之前嘅下跌轉翻向上嘅走勢啦。咁呢一度咧都不妨係一個好嘅，都可以話我哋一個比較好嘅買入時機。咁都唔排除市場繼續調整。如果佢行到呢個通道嘅下軌受到支撐嘅，喺呢啲位置受到支持嘅，咁都係我哋可以進行到分步建倉嘅第2步。甚至乎話，如果真係好弱，一般咧就係呢個裂口啦。呢個裂口119至到128.1，一個相對極限嘅位置，就係由9月1號業績非常之好嘅情況之下做出嘅大裂口。呢個裂口就係我哋最尾要去關注到嘅極限位置啦。所以呢3步咧係我會比較關注阿里巴巴嘅操作方式。咁假設話即係依家就升翻上嚟，咁佢目標有幾多咧？可以擺喺邊度咧？就係上邊嘅裂口啦，甚至乎仲有更高嘅可能咧。我哋後期再講啦。我哋第一個就睇下裂口180蚊，與依家145，如果佢真係上翻嚟行到180蚊嘅情況之下，有35蚊嘅利潤，亦即係25%。萬一佢再跌翻到先頭嘅裂口130蚊左右，119至到128啦，130蚊左右行到150咧，咁就係有50蚊。呢一個區間咧就有
40% 左右啦。所以究竟呢30% 係唔係即將到嚟呢？大家一定咧要持續去關注我哋嘅 channel， 我哋喺後期咧都會依然同大家去帶嚟更多嘅呢一個解讀，更多嘅分析。好嘅，咁呢一期嘅內容咧，我哋就同大家去分享到呢一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